今日我到阳明山小油坑着火烧，大火炭烧5点钟，乌用着先机赶紧出动拍火，初步判断是空气品质监测器着火。滨州州长谢皮鲁的歌声13半暝去互放火，人平安。谢皮鲁目前声势真好，有可能会选后届总统，因人怀疑是政治暗杀。美国的私人航太公司NASA起源发射火箭送6位女性上太空，这当中也包含真出名的流行歌手 Katy Perry。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的。新闻头起先来看，这旧年7月要咧竞选美国总统的 Trump 险去互暗杀，这阵 FBI 佫查到一个17岁高中生，伊嘛是计划要暗杀 Trump。经记者发现的文件，这个嫌犯是已经有详细计划，讲这推翻美国政府就是伊的目标之一。为着莫去受到阻挡，迄个高中生甚至是已经先杀死家己的父母。美国政治暗杀的危机是哪加人严重？滨州州长谢皮鲁的歌声13半暝嘛去互放火，加在一家口也是拢平安逃生。因为这个州长谢皮鲁目前的声势真好，真侪人拢认为讲伊是有可能后一届会代表民主党出来选总统。去年伊嘛有入选贺锦丽副手名单。所以讲谢皮鲁的歌声去互放火，就有人咧要讲这感觉又搁是一场政治暗杀。目前这38岁嫌犯是已经抓到，动机不明。检方是按算伊杀人未遂、恐怖主义等罪来起诉。徛在窗仔坑外口的墙，互烧甲变乌去，大门两边的窗仔玻璃为着救人，互攻破。美国宾州大分郡哈里斯堡的州长官体伫当地13饭店受到嫌犯放火，警察人员接到消息了后，赶到现场，紧急将住伫官体州长谢皮鲁一口罩救出来。Last night at approximately 2 o'clock in the morning, while my family and I were asleep upstairs here at the governor's residence, one of the state troopers assigned to our detail banged on our door, woke us up and told us we had an emergency and needed to leave immediately. 谢皮鲁多谢关键的救援，表示前一暗伊甲家后4个囡仔甲2只狗仔，亲情一口罩，搭咧官体内底庆祝犹太教的主月节。火灾发生的时阵，一口罩拢咧困，离起火区域有一地仔距离，才会当即时走出来。因为警真紧赶到现场，嘛当场逮捕38岁放火嫌犯巴尔默。And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we do have an individual in custody. His name is Cody Balmer. We are preparing a criminal complaint to charge him. This is not a record yet, but the charges will include attempted murder, terrorism, aggravated arson, and aggravated assault against an enumerated person. 警方调查嫌犯巴尔默摕着家己做的燃烧装置，跳过官体外口的围墙，伫闪过巡逻人员了后，进入官体内底放火。因为谢皮鲁伫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阵，捌互点名做民主党籍的副总统竞选，外界嘛看好伊去选后一年的总统。互警方质疑嫌犯是因为政治原因才会犯罪。谢皮鲁嘛严正呼吁爱结束政治暴力。当时阵，宾州的共和党主席罗斯曼甲全国州长协会主席、副主席嘛发出声明。拢谴责相关的暴力事件，也毋过有消息人士透露，州长谢皮鲁的犹太信仰甲嫌犯巴尔默的财务精神问题，拢有可能是犯罪原因，佮需要警方进一步调查。公司新闻台是唐平友。来看天灾消息，中国北部内蒙古这礼拜是靠风台顶级的强风，有一寡所在阁有落大雪，袂少车因为这积雪拢袂顶袂当。即阵强风阁有扫去到北京，造成树仔倒去，至今城顶旅游景点暂时关起。当秋后强风吹倒地着车，路边的强风脚踏车也吹甲东倒西歪。北京树湾靠起真罕见的强风，瞬间风速达到每点钟150公里，相当风台顶级。有关当局发布10年来第2悬的强风警报，呼吁2200万居民无必要迈出门，因为可能打破1951年以来4月份风力上强纪录。这强风也互无人机拄着乱流，真侪地铁路段停驶。北京部分景点甲公园拜六宣布关起来，到拜节风势灯河街路才出现人潮。昨天风挺大嘛，其实我本来是夜班来着，就是6点上班嘛。然后昨天我出门丢垃圾的时候，就是差点把我手里的垃圾就吹走。这个做咖啡师的查某囡仔感觉拜六暗时风大出门危险，决定请假辞职。另外一个走路化妆师本来7月假日拢是上坡营的时阵，强风也吹走伊的行李。这刚好就大风赶上礼拜6、礼拜天了。
一点客流量没有，真的很让我挣不到钱，我很生气。在雷文谷的呼伦贝下，中风加上气温带来暴风雪，部分地区能见度不到300公尺，未少车在公路顶端和大雪困掉了。国道301卡口有3辆车被困积雪中，执勤民警先用铁锹清理了车辆周边的积雪，再通过人力推车、警车拖拽，将车辆转移到安全地段。包头市中风谷红背山这公路中度雨暖，和大风吹倒，交警民众赶紧扶正。气象专家指出，这无正常天气主要是高空冷高压加暖湿气流消毒，在雷文谷正做温带气旋造成。雷文谷过去在春天常常有沙尘暴，暗过气候变迁，和这种天气形态加个更加极端，构成下个14只缓解。公司新闻站回面评价。转来看咱国内消息，今日我中昼在阳明山小阳溪道火烧，这大火是炭烧5点钟，烧掉50公顷。空勤总队是赶紧派乌鹰直升机淡水底下拍火。国家公园管理处初步判断讲，是这空气品质的感测器导火烧。火一直烧拢是乌烟，为半山丘一直请假7星山小油溪报道，阳明山小油溪14活中道传出火警，大日头关阮国家上山区地形起起卡卡，虽然消防队继续布水线来拍火，炭烧差不多50公顷，也有向天管炭烧的现象。准备要登山的时候，我就看到开始有一点小火苗开始在靠近那个太阳能的一个灯的位置，就开始有一点小火苗开始。标出来了，大概3到40位登山客已经开始在下着山，再过了大概10分钟，我整个山都已经开始漫绿。火势无法度收束，消防局布3条水线超过3公里，加上水管不够，需要澎湖加压送水，拢互救灾难度增加。空勤总队紧急派乌鹰直升机为社道岛头公园附近的淡水河储水了后，吊挂水堤啊，分3摆倒水进步，才初步完成拍火。救灾的困难就是说这里没有水源啊，需要长距离布线啊哈。那我们从二甲19那里布线到这边，至少也都超过1.5公里以上啊，要用循环送水的方式啊。那在这个停车场往山上的起火点布上去，也至少要到800公尺到1公里以上啊。园区内底中和公路甲阳金公路交叉路口，民国90年也捌发生过3连火警，这摆佫发生，包含703步道，也就是小园溪爬山口甲停车场拢封起来，大火烧5点钟。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导火原因目前研判是空气品质感测器的电池造成的。目前呢，研判是由国科会国家实验研究院，还有就是国家高速网络与计算中心他们所执行的民生公共物联网的一个计划。目前初步研判是空气品质探测仪这个部分的是一个起火点。阳管处表示，闹损害会依法向郭景熙提出损害赔偿。郭景熙表示，导火原因依然要等火调小组来调查清楚。另外，台北市环保局有个大火沿无飘散方向，会影响北投树林甲新北市金山万里，也进行空品检测。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早起，高铁一只就北的列车，本来是8点26就爱停伫咧邦桥站，不过这到站了后，煞是无开门就搁驶走，真侪旅客就莫名其妙，烦恼讲上班就要迟到啊。这事后高铁公司是表示，这是人为的失误，已经甲驾驶暂停勤务，受影响的150外旅客会退车钱5成赔偿。要到板桥站的旅客，请在台北站下车。坐车民众准备落车到板桥，无想到车顶公布竟然爱旅客家己台北站落车，互所有旅客感觉真意外。因为14早起高铁上北的列车，原定8点26分停板桥站，无想到驾驶过站无停，直接开到台北车站，意思为少通勤族上班上课迟到。上班族那个差1分，他就会变成会被扣钱。那你要怎么赔偿人家？一定很不好啊！应该会想办法，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赔偿我啦？对啊，大概是会找柜台求偿这样子。台湾高铁公司表示，列车停靠板桥站的时阵，因为人为疏失，历史车门无开就驶走，所以安排原定板桥站落车旅客，伫台北车站落车了后，转坐上紧发车的罗南列车登去板桥站。若是原定板桥站上车旅客，是安排坐上紧一班列车上北。如果有足够的停车时间，
它可以跟前后车都可以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间距嘛当然也比较安全。但是最重要的，它会影响到我们乘客的搭车上下车的权益。针对这起突袭事件，台湾高铁嘛发声明指出，经过调查，差不多150外旅客行程受影响，嘛当针对这个失误做检讨，旅客赔偿会采取确认来认定，除了退还失收票价50%以外，另外搁赠送礼品表达失礼。高铁公司会赶紧完成内部的调查，确保类似的事件袂搁发生，也伫调查结果出来进前暂停这个驾驶的勤务。记者综合报道。3月小马祖这大甲妈绕境站刷考，刷落来白沙屯马祖嘛绕境特别开始。不过今日要带大家来看是中华宝岛一尊三姑妈真特别。这成尊是无放晒伫咧庙内，是36个会员轮流做炉主。这当年马祖洗前后，就伫咧砖头设景，到这尊尚无已经有200年的历史。听到热烈的阵头声，民众徛伫门口手举清香，咧等妈祖叫来。台湾的妈祖信仰真兴，各地头拢有坐坐妈祖庙。毋过中华宝岛的三姑妈真特别，是36个会员轮流做头家炉主，妈祖就服侍伫炉主厝内。逐年妈祖生前后，拢会伫庄内了境祈福。三姑妈伊每一年过节的时候，阮拢会准备素果，还有那个敬茶，嘿，金银财宝安尼。求一个大家平安顺遂风调雨顺，已经几啊百年啊大家拢知影讲这个三宝妈的历史。北势寮庄是1890年代使用的旧地名，即阵的范围大概是宝岛镇的西边，部分的参尾乡甲鼻头乡，所以三姑妈了境上远，阁会去参尾的会员岛。炉主表示，三姑妈传到镇尚无有200年的历史。36个会员，一户一户若跋到炉主，伊就去因兜来订批，一直延续落来就是拢会员制度。所以咱一代一代延续来到即阵啊，已经200年以上啊。3月小妈祖自上世界的庄校一直到上大的全国性，全部拢咧烧。但是其实咱毋若是关，是咧一个镇，也是讲像咱即届是规个北势寮庄一个庄头，拢有咱家己的信仰。所以有当时咱会使了解咱身边的庄头是毋是有同款有妈祖咧绕境，有妈祖咧做新名声。文书工作者指出，台湾的妈祖有袂少认真甲论述信仰，亲像婚林的6帮妈、台中新社的9庄妈、中华棒桥头72庄、东安寮12庄等等，大家透过共同的妈祖信仰，互相团结。扶持的过程，拢是真珍贵的地方文化资产。记者杨淑成中华报道。花莲新城乡的新城老街最近公所想要混化来设人行道，所以讲都会拆瓜厝。有一栋已经有140年历史的新城翕相馆，恐惊是去互拆掉。不过，这个所在是在地真受欢迎的观光景点，这就引起居民反弹。伫花莲新城乡的破坏街新城老街，这间旧翕相馆是日本时代就开，到即马已经140栋。听讲公所因为拓宽人行道要甲伊拆掉，大家感觉真意外。很可惜啊，就是这里那么久了，而且这个拆了就这边没有什么特色，就可以逛。老街民众意见有2种，有一寡认为老早就应该拓宽，另外一种意见是，若甲有历史文化价值厝拆掉，那呢敢够有观光客要来？其实已经没有必要再去拓宽了，因为你拓宽，你会势必你会拆到很多建筑物。你建筑物你那一伤到的话，那种文化古迹一拆掉就没有了。更何况这个照相馆在这边已经140年了。公所讲，这个所在伫1979年就公告被拓宽成做15公尺，1984年完成用地分割，2007年开始征收沿线土地，不过路一直拢无拓宽，和内政无检讨。去年争取到1980万要做人行道，那地方反对会尊重大家的意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内外有啥物重要消息？咱做伙来看。头期先来看这北检查罢免人数，是查出这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甲吴派一个提议书可能有问题。调查局今日是去敲罢免领嫌任等人的徛家，叫6个人去问话。但若是国民党迄边是表态替领嫌任去派律师团陪同证实。
所以来看这，若是要掠通讯软体来用，就要注意这掠的网站敢是真的。那无这来的口罩，也个密码，也个电脑、手机的资料，拢有可能会去互犯罪集团偷摕去。咱官方就建议用户会当对 Google Play 也是 App Store 这挂手机啊本身的商店来掠 App， 较袂去互诈骗集团骗去，会当降低风险。上尾来看这香港上尾一个主要的反对党民主党，总是开特别会员大会，投票开始解散。虽然这党内高层是无愿意讲解散的理由，不过是有真侪党员讲，因拢去互中国当局警告，威胁讲若是因唔解散，就会付出重大的代价。接落来看国际消息，美国是公布对顶关税的新指引，这手机啊、电脑也个晶片拢袂去互美国扣对顶关税。不过，这美国总统 Trump 总算是强调讲，连面就要甲半导体扣关税啊，一礼拜左右就会公布相关的税率。美国总统川普13为福州登记花火空军1号顶悬宣布，未来一礼拜内会公布进口半导体税率，安尼做就是鼓励企业将生产线搬转去美国。We'll be doing that with semiconductors, with chips, and numerous other things. And that'll take place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And we wanted to uncomplicate it from a lot of other companies because we want to make our chips and semiconductors and other things in our country. And I will tell you, another one is pharmaceuticals, drugs and pharmaceuticals. Do you know what rate the semiconductor tariff? I'm going to be announcing it over the next week. 对外界关心 iPhone 甲平板電腦是唔是也會被扣稅，川普表示會出現一寡春秋。Are you going to announce tariffs on things like iPhones, tablets? Well, that's going to be announced very soon, and we'll be discussing it. But we'll also talk to companies. You know, you have to show a certain flexibility. 美国海关甲边境保卫局11暗时才公布，包含智慧型手机啊、电脑、太阳能电池、电视平板等，拢会迄边伫4月7日开始宣布关税，互市场得到小可休喘的机会。不过，川普13下晡就伫社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无任何国家因为无公平贸易逆差、甲非货币关税壁垒当中脱身，尤其是中国。同时表示会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启动关键级贸易调查，也承诺要继续互中国智慧型手机甲电脑产品排除伫对顶关税之外。美国国土安全顾问甲白宫副幕僚长米勒13受访时表示，川普最近对关税采取的措施，都是为阻止中国伫全球舞台实现全面的经济主导地位，高指责北京彻底歪曲全球贸易体系。为影响美国贸易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展开自2015年第一摆出访行程，第一站到越南，然后要去马来西亚甲柬埔寨。纽约时报分析，习近平这摆是伫强化甲东南亚国家关系，缓解美国对中国商品加扣高额关税冲击。公司新闻景环庆编译。去访陈水扁一个南韩前总统尹锡悦，今仔日因为内乱罪出庭。这尹锡悦是讲伊无下令掠政界的证书，嘛坚持讲这戒严敢若几点钟啊尔，无可能造成内乱。不过，若是依照韩国的法律，这尹锡悦若去互定罪，可能会去互关规4人，甚至有可能判死刑。在有尹锡悦车队早起到南韩首尔中央电影会议，这是尹锡悦从大秀落台了后头一摆为去年16月7日下令戒严，涉嫌叛乱的刑事诉讼出庭。伊当着为家己辩护，认为戒严才继续几点钟，搁伫国会要求之下，随意非暴力方式解除，那安尼就将伊以叛乱罪起诉，违反法律原则。另外，伊也宣布否认有关伊下令逮捕政要的指控，刷落来包括首都防卫司令部第一警备团长刘成汉。特殊战司令部第一特战营营长金兴基等人拢会出庭作证。不过，听尹锡悦的民众又会相信伊的清白，拜过伊搬出总统官舍时，都有民众伫现场等候，大声喊尹锡悦的名。尹锡悦是带着笑容行出官舍外口，甲民众伊爱手小揽道别，一位少年支持者甚至是目屎流规面。拜六，更较有大批民众透雨来到公化门前示威，要求互尹锡悦开互总统职权。 그런 일들이 일어나는 거고요. 다시 복귀되어서 대통령 간지로 돌아가기를 바랍니다. 세우고 만약에 윤석열 대통령이 다시 세워지지 않더라도 윤석열 대통령의 의지가 담긴 尹锡悦后一摆开庭日定伫21，若内乱罪成立，伊法相当可能判死刑，也是终身监禁。
公司新闻张慧斌编译。美国的私人航太公司 NASA 起源14早起发射火箭送6位乘客上太空，这6位乘客真特别，全部拢是女性，是这62年来头一届。这6位女性是拢来自不同领域，上界出名的就是流行歌手 Katy Perry， 伊是头一位上太空的歌手。这座太空的航程是甲乘客载去大气站甲太空的交界，乘客会当体验到失去动力的感觉。后续也是利用降落伞来辅助返来地球，预计规座旅程是10分钟左右。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的离婚妻罗伦·桑切斯甲流行乐歌手凯蒂·佩瑞、电视新闻记者盖尔金、电影制片克里安·福林、科学家兼民权运动人士阿曼达·阮、前 NASA 火箭科学家艾莎·鲍伊，这6个真出名的女性，特别在 NASA 起源所属的新谢泼德太空飞行器进行一座全女性的太空旅程。新谢泼德301号火箭预定伫美东时间14早起9点半。为西德州的基地发射升空，来到离地表100公里至109公里远的太空分界卡门线，或者旅客伫挖进太空去体验几分钟适当的状态，甲外用降落伞辅助降落的方式返来地球。估计这段旅程差不多10至11分。这6个女性太空乘客长期伫天顶的时间虽然无偌久，不过是62年来人类的太空旅行史头一批全部由女性组成的队伍。顶一届全部由女性担任的太空任务是1963年，苏联以东风6号飞行器送女太空人泰瑞斯科娃上太空。迄个时阵，伊家己伫外太空点3天，细地球48年，飞行了后变做国家女英雄。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太空旅行看线，咱换来看各船渡大海的挑战。英国爱丁堡3兄弟是决定要挑战世界纪录，轮流各船渡太平洋。因是要对南美洲的秘鲁过去澳洲，若是一切顺利，上紧嘛要3、4个月才过会到。来自英国爱丁堡的麦克连3兄弟计划以另类飞船的方式飞过规个太平洋，因已经伫当地时间拜6下昼为秘鲁的利马出发，有计要以4至5个月时间飞过14500公里去到澳洲雪来。因会坐一只拖纤维造成的小艇，只会当靠人力前进，船顶无风棚推进，适合为无其他的船只护航，会当靠的只有家己的双手。The record that we're aiming to break is the fastest human-powered crossing of the Pacific Ocean. So we will also be attempting to get a world first, which is the first team to row non-stop and unsupported across the full Pacific Ocean. 伊的兄弟表示，因计划轮流休困，当一个人停落来，其他的人都要一直陪，互船一直保持前进。And it means that you're probably getting between 5 and 6 hours of sleep per 24 hours, and you're rowing probably for about 12 to 14 hours a day. So it's absolutely relentless. 因兄弟3人已经不是头一摆挑战类似行动，因伫2020年的挑战成功以能力渡船大西洋，打破3项世界纪录。因也表示，透过这项挑战，因要为非洲国家马达加斯加的种子计划募集善款，目标定伫425万台票。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泰国重要的佛教节日宋干节，也就是出名的泼水节，即阵是长6日，当年拢会请真侪国际游客去参加。不过，因为东南亚的诈骗案，加上顶个月缅甸大地震，今年的国际观光客减真侪。伫泰国曼谷贵阳路看到真侪人举着水晶互相射，互人射到的佫真欢喜。 วันนี้เตรียมพร้อมมากนะครับมีอาวุธประจำกายนะครับปืนนะมีปืน4 กระบอกมีแว่นนะครับมีแว่นแล้วก็มีหมวกมีเรียบร้อยนะครับกันมาพร้อมครับโทรศัพท์ที่ซีนมือถือนะครับเรียบร้อยครับ 泼水节代表甲不幸水调为新的一年祈福，上重要的是规家伙仔做伙。这个节庆是泰国重要的观光收入来源。因过今年初发生中国艺人王青和结局做骗去泰国拍片，搁骗去缅甸做诈骗的新闻，或真侪中国人唔敢来。来过的就知道没有了，没来过的可能会怕一些。 1月到2月去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差不多100万人次，甲去年同期的118万减15%。2月旧历过年，中国游客比往年同期减45%。本来是期待所落来泼水节，无想到讲3月2月缅甸强烈地震，曼谷也受影响，观光人数也是下降。泼水节连续5天有各种活动，国内旅游的人数其实未少。
真侪店面甲单拢感觉生意也算袂歹。当局有估破水节让互泰国带来260亿泰铢，差不多代表252亿的观光收入。但是甲去年比是成长8%。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